早晨，弟弟，早晨，先生，你好嗎？我要介紹自己，我叫瑪麗娜，我今年呢是16歲，我有兩個小朋友，一個女係21歲，一個係仔係3歲，同埋小姑做嘢喺香港呢係嗰年，差唔多係嗰年，有4個老闆嘅，一個係 2K 呢，我照顧小朋友3歲，係 finish 嘅2年。第二呢係4呢，我照顧婆婆，婆婆呢係81歲，係1年我要返屋企。跟住呢第三呢，我要喺北角，喺北角呢，我照顧小朋友，兩個小朋友，一個係8歲，一個係12歲，係 finish 嘅2年。跟住呢第四呢係阿伯頓嘅，阿伯頓呢我照顧婆婆，但係婆婆呢食鹹，喺嗰度呢我介紹係買餸同埋煮飯煮餸整佢哋屋企。好啦，我識煮豬肉，但係我唔識豬肉，我識煮中國嗰個餸，有炒菜，有 steam egg。有蒸魚，有煲湯，有炒麵，好啦，跟住呢，我識整潔喺屋企，有洗衫，有燙衫，有抹地，有掃地，好啦，希望弟弟先生健康，多謝，再見香港，拜拜。